月車名係飛快探月車，我用咗3次替代法嚟替代啲字。我嘅探月車叫做探月大王，我俾佢嘅 logo 你睇。我今日要介紹嘅係我探月車嘅 logo。嗱，呢個係我第一個嘅 logo。嗱，上面呢個就係我哋居住嘅地球，然後呢個星星就係地球夜晚嗰陣時我哋常見嘅星星，然後中間嘅虛線代表探月車去緊月球嘅路線。我認為如果人類要揾地球以外嘅居住地，月球唔係一個適合嘅地方。首先因為財產嘅問題，如果要整好多件太空衣俾市民嘅話，咁樣就會需要好多錢。首先因為月球嘅水唔夠，嗰度嘅水仲比沙漠嘅水少，唔夠地球上面嘅所有生物、動物同埋人類飲用。其次，因為月球缺乏大氣層，無法阻擋宇宙輻射同埋微隕石撞擊，對人類同埋設備構成威脅。同埋缺乏大氣層，人類無法呼吸，可能會引致窒息或者死亡。最後，因為月球嘅氣溫極端，表面嘅氣溫時常由白天嘅攝氏120度去到夜晚嘅零下170度。基於以上嘅原因，我認為月球唔可以成為新嘅人類居住地。